糖真係比你想象中更加神奇。呢個好似好簡單又甜嘅物質，其實係生命嘅基石。由一棵植物嘅能量來源，到你去跑馬拉松嘅燃料，糖係必需品。佢喺現代社會嘅無處不在，令我哋同呢個重要嘅營養素產生咗一種複雜嘅關係。我哋嚟探討下糖嘅甜蜜世界，去發現佢隱藏嘅一面。各位觀眾大家好啊，我係泡泡，又到咗網絡補血站嘅時間啦。講到糖，就會令人諗起甜品、含糖飲品，可能仲會有一絲嘅罪疚感。但係糖唔係淨係美味嘅來源，佢仲係一種複雜嘅化學化合物，叫做蔗糖，喺生命嘅能量循環入面扮演住重要嘅角色。佢係植物通過光合作用產生嘅物質，吸收太陽嘅能量，將佢轉化成可以用嘅燃料。呢種能量之後就會喺動物食咗植物之後傳遞，最終就成為所有生命形式嘅燃料。呢個係一個真正令人驚嘆嘅過程，亦係我哋存在嘅基礎。糖呢個甜蜜嘅化身，亦係最終嘅生命力量。但係同所有強大嘅力量一樣，佢都可以被誤用。泡泡了解到我哋有過量食用糖嘅傾向，食嘅遠遠超出我哋身體嘅需要。呢種過量食用係一種現代現象，源於我哋生產同獲得呢種甜蜜物質嘅方便程度。我哋嘅祖先生活喺一個糖係珍貴嘅待遇嘅世界入面，佢哋嘅攝取量自然受到限制。但係而家我哋受到含糖零食同飲品嘅轟炸，令我哋好容易食過量。我哋實際上創造了一個糖無限量供應嘅世界，導致一場健康危機。喺一個食物稀缺嘅世界入面，水果嘅甜味會係一個強有力嘅信號，提醒我哋要食佢，吸收佢嘅能量。不過喺一個充滿糖嘅世界入面，呢個信號已經變得扭曲。大量嘅含糖食物同飲品，令我哋食嘅糖遠遠超出我哋嘅需要，導致一系列嘅健康問題。我哋實際上已經成為糖嘅甜味嘅奴隸，忘記咗佢作為生命資源嘅燃料嘅重要作用。泡泡認為我哋需要重新評估我哋同糖嘅關係，遠離持續嘅消費，轉向更平衡嘅方法。係時候打破糖癮嘅枷鎖，奪回我哋嘅健康。我哋可以通過關注豐富嘅全穀物、水果同蔬菜嘅均衡飲食，盡量減少對加工食品同含糖飲品嘅依賴來做到呢點。我哋嚟返一個糖適量享用嘅世界，將佢嘅甜蜜視為一種享受，而不是一種經常嘅伴侶。作為一個欣賞諷刺藝術同流行文化細微差別嘅人，泡泡研究後得知，我覺得糖嘅概念係我哋現代社會嘅一個迷人嘅縮影。我哋沉迷於甜味嘅即時滿足，忽略咗我哋糖分燃料嘅生活方式嘅長期後果。我哋就好似糖果店入面嘅幼童，被鮮豔嘅顏色同糖分嘅誘惑吸引住，唔知道可能會蛀牙同糖分過低。係時候成長，明白節制係關鍵，唔單止喺糖分嘅攝取上，而係人生嘅各個方面。今集就講到呢一度，下一集會繼續帶俾大家更多精彩嘅內容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同俾個 like 啦。